险啊！汪兰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别碰他。里面有医药箱。来，你不用担心，只是擦伤罢了。什么叫只是啊？汪兰可是为了救你才受的伤，人家可是女孩子，要是留疤了怎么办？你不该先道谢啊？小桃，没那么严重了。手抬一下。就是，自己倒像没事人一样，冷血动物。你说什么？这儿轮得到你说话？怎么轮不到我说话？汪兰是我恩人，苗里是我学长。哼，那你还插你学长刀子？那个，我去买点水。傻站那干嘛？来啊！我不渴，你去吧。哎，就来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以后不要这么逞强了，你下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。什么叫我逞强呀？我这是见有为，幸亏我来的。我不需要你救。再说，你不出现，我会出事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要不是因为我……不要乱闹！不谢我就算了，还倒打我一耙。你不就是想听一声谢谢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伤口好之前千万不要碰水。哦。这几天绷带不要拆，还有，伤口结痂千万不要抓，会留疤的。走了。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你要干嘛？不是你，我，哎，我之前总是梦见你。不是梦见你，是梦见你有危险。哎呀，总之你要小心一点。小心什么？当然是危险了，已经应验了2次了。你不觉得你有血光之灾啊？我的血光之灾不就是你吗？我？注意伤口。你还没跟我说谢谢呢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以后可不许再这么鲁莽了。幸亏今天没有出事，万一出事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这不没出事吗？你早跟我说呀，有我在，哪里还需要你呀？我略施，你略施什么呀？你自己照照镜子，弱不禁风的，还没我身强力壮呢。你去不就更危险了吗？反正今天太危险了，以后你不许这样啊。你的伤还疼吗？不过别说啊，苗大神的包扎手艺还真不错。小桃，你说2次我都会预感到他出事，不会是巧合吧？你不用想太多，往往很复杂的事其实都很简单。哎，你跟苗大神没准就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呢。你是说属相不合、八字不对、星座不符、命中相克吧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哎呦！哎，师兄，想我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没想到危机来得这么快。没想到，我觉得他们这一世是命大。原本我还以为这一回会这么快就结束了。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担心，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说一些赌气的话，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。师兄，
那我好奇问，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啊？暂时没想到。但是小桃说，汪兰梦到了苗里的这次危机。可以梦到？看来这一切，两个人关系会更紧密。哎，师兄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注意步伐，重心放低，看前方。看前方。谁教你的？其实我看。重心放低，是，回来，重心放低，肩放低，是，回来，距离，你在笑什么？啊？你专心点好不好？哦。喂。汪大小姐，我说您跟这儿切菜，真是玷污了击剑这项高雅的运动啊！来，大家都休息一下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替补生汪兰的直刺练习，帮助替补生纠正错误，以免同样的错误犯在自己的身上。请吧。接着来啊！行了，今天训练结束了，解散吧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来？娇娇啊，辛苦了啊！今天值日，要不我找人替你做？我们的值日不是应该由替补生来做吗？凭什么该我呀？汪兰，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。资质这么差，还让你当替补队员，已经是很给你面子的事情。现在让你打扫卫生，你都不愿意，你怎么这么矫情？梁晨，我又没让他自己打扫，我也在这陪他呢呀。如果一个替补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做，我们要他干嘛？好，我干！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好的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啊。哎，苗里约我出去，你一会儿打扫完了，记得把东西都放进储藏室，别落了灰尘，怪你没打扫干净。你来了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我还有报告没有写完，明天就要交了，所以老师那边资料可以麻烦你帮我拿。你不去啊？地在里面，麻烦你。好，交给我吧。麻烦了。啊。
这个臭苗栗，平时看着一本正经的，私底下还不是泡妞？男人呀，都是一副臭德行。算了，我还是先去把储藏室里面拖一下吧。这是田乐姑娘下完了吗？